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7月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8篇，撒母耳记下卷3章第1节到12节，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7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同工。同工就字面上来看，可以了解成从事同样工作的人，这是一般概念当中的同事，可以说是一同工作的人。这也是从英文 coworkers 的概念来的，就是说共同工作的人，但不见得是做同样的工作。一个国家、一间教会、一个团体都需要有同工一起服侍。我们看到扫罗的儿子以斯波设被设立为以色列的王，他统治了5个国家。扫罗的将军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就是永处设立他的人。但是呢，以斯波设跟他的父亲扫罗一样多疑，因而使他得罪了他的同工。亚尼尔决定离开，去投靠大卫，与大卫同工。撒母耳记下卷第3章第1节到12节，永处扫罗家族的军队跟大卫的军队征战非常多久的时间。大卫一天比一天强盛，扫罗家却一天比一天的衰弱。大卫在希伯伦生了6个儿子，按照出生的次序，他们的是这样排行：暗嫩，耶斯列人亚希暖所生；基利亚，加密人拿巴的遗孀埃比该所生；亚撒龙，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迦所生；亚多尼亚，哈吉所生；示法提亚，亚比所生；以特念，以格拉所生。这6个儿子都是希伯伦出生的。大卫的军队永处扫罗家族的人不断的征战。在扫罗的部属当中，亚尼尔的元帅势力越来越大。扫罗有一个妃子利斯巴，是艾雅的女儿。有一天，扫罗的儿子以斯波设问亚尼尔：“你为什么跟我父亲的妃子睡觉呢？”这时亚尼尔非常气愤，他说：“你想我会出卖扫罗吗？你真的以为我在为犹大效劳吗？从开始我就忠于你父亲扫罗和他的兄弟，他的朋友。我也帮着你，没让大卫把你打垮。今天你竟为了一个女人的缘故责备我。上主曾应许大卫要从扫罗和他的后代中夺去国权，使大卫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，从最北边的但一直到最南边的别是巴。现在要是我不促成这件事，愿上帝击杀我。”以斯波设非常怕亚尼尔，不敢说一句话。亚尼尔派使者到大卫那里去，说：“谁统治这国呢？如果你跟我立盟约，我就帮你统一以色列全国。”亚尼尔和大卫立约，目的就是要一起同工来统一以色列的全国。同工一起的服事，必须要能够同心合一的合作服事，这是以斯波设做不到的地方。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，
提到了同工的原则，就是要里外一致的服事。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7节到11节，他回答了面对这个质疑他的人说：你们是外表观看事物，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是属基督的，他应该再想一想，他属于基督，我们也一样属于基督。主所赐给我们的职权是要造就你们，不是要摧毁你们。所以即使我有点过分夸耀这职权，我也不以为耻。你们别以为我写这封信是想吓你们。有人说保罗写信时既严厉又强硬，他本人却显得外表平凡，言语粗俗。说这种话的人应该知道，我们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在信上所说的话跟到了你们那里时所说所做的是一致的。期待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也都能够成为这样子的里外一致，愿意同心合一的好同工。特别是在我们建堂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更需要有这样的心志来服事。诗篇48篇，喜安上帝的城，在我们上帝的城里，在他的圣山上，上主至大，应该大受颂赞。上帝的喜安山高耸壮丽，大君王的城使万民欢心。上帝在城的城堡里，他显示自己是安全的避难所。诸王结伙前来攻打锡安山，他们一看见这城便惊慌失措，他们慌慌张张地逃跑，在那里他们被恐惧抓住，像临盆的妇人那么的难过，像被东风击破的大船。我们曾经听见上帝的作为，如今在上主万军的统帅我们上帝的城里，我们亲眼看见了，他要永远保守这城。上帝啊，在你的圣殿里，我们默念你永恒的爱。普世的人都颂赞你，你的名传遍天下。你用正义统治，愿锡安欢喜，愿犹大的城邑快乐。因为你的审判公正，你们要绕着锡安山走，数一数它的城楼，你们要观察它的城堡、城墙、堡垒，好向后代述说。这位上帝永永远远是我们的上帝，他世世代代要带领我们。恳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好的仆人，愿意跟上帝，也愿意跟人同心合意，里外一致，从心里来服侍的好同工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